铁锅利落挥舞锅铲，厨房里的苦差事对何秋英来说只是小事一桩。10多道菜从备料到出菜一气呵成，全靠女中后塞一女当关。不管客满什么多少人进来，就我一个人，习惯了啦。你看我这么壮，吃壮一点力气就够。经营餐厅10多年，这位老板娘容不得一丝马虎。专用火炉是大饭店才有的配备，食材当天挑选，还得经过仔细处理，费人力费时间呐。所以你客家菜做得好，就看这一位。经过繁复工序，姜丝大肠全无腥味。另一道拿手菜客家小炒曾拿过料理大奖，光靠猪肉、葱和鱿鱼3项基本材料就风味十足。客家炒肉。客家炒肉就是客家小炒，我们虽然说小炒，可是客家话里面没有小炒这样说的，是讲炒肉，对，客家炒肉，客家炒肉，客家炒肉当有名。传统的客家餐厅没有花俏包装，靠的是老板娘扎实的手艺，留住饕客的心。客家炒肉当有名，客家炒肉当有名。